喺呢個急速變幻嘅世界，有幾多人會真心停低，留意到那些被遺忘、被邊緣化嘅角落？那些孤單無助嘅心靈，佢哋嘅聲音，又有幾多人會真正用心聆聽，甚至為佢哋發聲呢？出埃及記22章23節，神嘅話語清晰而充滿溫情。若苦待了一個人，他哀求我，我總要聽他的哀聲。呢句說話唔單止係命令，更係天父對弱小者最溫柔、最有力嘅承諾，表明他絕唔會坐視不理。神嘅慈悲唔單止係等待我哋去感受，更係邀請我哋去行動。當我哋願意用愛去關懷孤兒寡婦，去聆聽佢哋心底嘅哀聲，我哋就係將神最溫柔、最偉大嘅律法實踐喺我哋嘅生命同社區中。愛就係呢個世界最需要嘅力量，亦係我哋信仰嘅核心。